JDM 信仰渦輪紅頭，人稱沒在胎花佬，佢就係 Civic FL5。歡迎到鳩視，乜鳩都市。咁 FL5 嘅基礎配置咧，我就唔過多介紹啦。咁我着重講翻幾個重點啦。K20C1 渦輪紅頭機器配合6速棍仔，國內版本原裝300匹馬力，呢個數據足以證明佢就係 Civic Type R 佬嘅身份。咁 FL5 嘅底盤設計咧，同以往嘅 Civic 咧有好大嘅唔同。咁 fit 嘅操控得益於呢個前超級麥弗遜後多連杆設計。FL5 嘅 R 加模式就好似初始設定咗雙重性格，就睇下你幾時行駛。普通模式正常行駛，適合日常代步。而且呢個手波同樣繼承咗本田嘅好開、好揸、好爽。打開 R 加模式，成架 FL5 好似覺醒咗一樣，唔係嗰種頭耷耷嘅感覺啊！從體感、路感、避震嘅響應、油門響應，不過好大嘅提升。OK， 我哋而家直接起飛。睇翻個外觀，超大嘅寬體，仲有呢個原裝大尾翼啊！叔叔問起我都可以理直氣壯咁講，日本落地原廠貨啊！喺我哋撇除呢個 K20C1 嘅機器 ，FL5 就係一架可以家用嘅 Civic啊！咁入手 FL5 嘅玩家咧，多多少少都有改裝嘅衝動。當然呢架車嘅基礎設定就係為咗山路同賽道，週末3、5知己組織跑山或者參加 track day 活動。咁首先咧，國內版本原廠只有300匹，要通過破解電腦啊，寫翻個 Honda 官方模板程序，配合翻頭段優化，可以恢復原版330匹嘅馬力。K20C1 呢副機器嘅散熱表現咧都係比較一般嘅，建議升級散熱系統，咁水箱啊、中冷等等啦。咁動力咧先可以持久平穩咁輸出。咁原廠嘅剎車嘅性能咧都基本夠用嘅。咁針對激烈駕駛嘅玩家都係建議升級嘅，畢竟安全第一啊嘛。OK， 車就試完啦，馬上同大家做翻個事後報告。我認為 FL5 絕對係稱得上 Type R 佬呢個名號。佢嘅快已經唔單止係快樂嘅快，佢係真正稱得上快，真係快。本田精神永存已經唔係一個段子。FL5 日常家用正啊，跑山落車仲正。佢嘅唯一缺點就係定價太貴，所以導致佢嘅銷量不溫不火。新車落地40萬，呢個價位嘅選擇可以話一大堆啊！現時二手車行情都賣緊30萬左右啊，價錢都係一車一貨一配置。今期鳩視推薦程度只有2粒星。如果係你呢架 Civic FL5 Type R 佬，會唔會係你嘅玩車座駕之選？可以喺評論區發表下你嘅意見。今期鳩視就到呢度啦，下期我哋分享更多好玩嘅車型。拜拜。